高中帮这国白色天主教台北总主教公署设林堂对书，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去哀悼致敬。高中的丧礼会伫台湾时间2日举行。赖总统敢会亲身去参加？外交部处长吴志忠表示讲，会甲校订交涉。我们当然是尽全力嘛，哈。其实我们邦交国就是我们找寻一个最适当的人，希望可以去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在这很短的时间内啊，全世界人都要去参加教宗的葬礼嘛，哈。那基于时差的关系，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教廷的一些的现在他们的一些考量嘛，哈。啊，所以所有的人员其实都还在讨论啊。全力交涉让总统可以去。对啊，我们政府当然是全力交涉让总统可以去嘛，哈。这是作为外交部最重要的目标嘛。有战力吗？目前哈，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哈，但是最后结果可能还需要，就是最后适当时机，我们当然就会公布，好不好？吴志忠指出，讲外交人员各家校订来协调参加教宗丧礼的遴选哦，这是上重要的目标。望讲，互赖总统会当亲身去梵蒂冈来参加丧礼，然后方案哦，就会马上来公布。